在过去无数劫以前，那时候世上有一位佛，名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。这位佛的寿命有400千万亿阿僧祇劫。在这位佛的相法时代，诞生了一位素服深厚的婆罗门女。乖女儿，就是一堆泥巴石头嘛，有什么好拜的？走走走走走。谢谢你，这本佛经送给你。拿来！走开走开！又是你们这些臭要饭，拿了本什么破书就想骗我女儿？告辞了。你给我回来！走，回家。不许再接触这些和尚，什么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，都是编出来骗人的。你看那些和尚一点法术也没有，还不如跟我去拜大仙。可是妈妈，不要再说了。真高兴见到您，小姐。最近您身体好些了吗？托您的福，好多了。嗨，婆罗门女，走。你好啊，婆罗门女。大家好啊。南无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南无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南无觉华定自在王。女儿啊！刚才大仙儿给我算命了，我这辈子能活到100岁，死了还能去天上享福做神仙，真是……你怎么又在拜佛？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拜佛能有什么用啊？妈妈。一切事情都有成因和后果。高大的树源于最初土里的种子，子女孝顺源于父母累世的缘分与恩情，身体健康源于爱护一切生命，财富丰饶源于布施帮助别人。如果您能长命100岁，转世做神仙，当然好。可是您如果不修福行善，怎能得到这样的善果呢？那拜佛能有什么用啊？
礼拜佛像能够消除骄慢心，忏悔罪障；修习佛法能够开启智慧，了知生命的真意；供养僧人，不施穷困，能够消除牵令心，培植福报。如此，这些都是累积功德的善行。我信佛修佛，其实也是为了您和大家，让善行的种子最终结出圆满的善果。妈妈，我知道您现在难以相信，可为什么不同我一起接触一下佛法试试看呢？你长大了，讲道理我说不过你，反正我是不会信佛的。大夫，我妈妈她……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哎。前几年，大侠说我能活100岁。可是我怎么觉得我连今天都活不过去了。妈妈，事实证明，迷信大仙是没有用的。妈妈，请您一定要坚强，相信我，此时此刻对您非常重要。和我一起念佛吧，也许还来得及。真的吗？妈妈，女儿啊，也许我应该早一点儿。生前不信因果，死后一定会随业力投身到恶道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该怎样救你？有办法了。为了挽救母亲，婆罗门女不惜卖掉家产，到处寻买供养佛的香花和供具，然后来到觉华定自在王佛塔寺内，大举供养三宝。后来，他在寺院中看见了觉华定自在王佛威德庄严的形象。佛的名号是大觉者，具足一切圆满的智慧。假如佛还在世上就好了。我母亲虽已死去，如果向佛请问，他一定
知道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。圣女，你不要太悲哀。我现在告诉你母亲的去处。啊，是哪一位神德来安慰我？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，日夜想念，不知要到哪里去问，才能知道母亲生往何处。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觉华定自在王如来。我看到你想念母亲，加倍于一般常人，所以来告知你母亲现在所生的病吧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愿佛慈悲，导致我母亲的伤处，我这身体不久也将死去了。你供养完后，早点回家，端坐思维我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，这样你就能知道母亲的所生去处。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大铁围山，西面的第一重海。我听说在铁围山的里面有地狱在其中，这是真的吗？实在是有地狱。我现在为什么会到这地狱来？如果不是围山里，就是因业力，才能到这地狱来。那这海水为何滚烫？又为何有这么多的罪人和凶恶的猛兽？这些都是在阴府地世间作恶的人。
更加恶劣。这都是众生三业物所招感成。这些地方就是业海。那么地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？在这三种海的里面，就是大地狱。在每个地狱里，又有许多的小地狱。较大的有18层地狱，其次有500重小地狱，再其次有千百重小地狱。在每一个地狱里，都是受着无量的苦。我母亲因为邪见，讥笑毁谤三宝，不知道死后魂神投生到哪里去了。请问你母亲的姓氏？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族，父亲叫施罗善现，母亲叫月地利。请圣者回去。请圣者回去，不必忧愁悲哀。月地里罪女3天前已经升天，据说是承孝子为他设供修福，布施觉华殿自在王如来的塔寺，而解脱了他地狱的痛苦。与此同时，无间地狱里的罪人也在那一天仗着孝子救亲师父的恩泽，都一起升天享乐去。为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，广设种种方便，令他们全都离苦得乐。
那位无毒鬼王就是财神，那位孝顺的婆罗门女就是地藏菩萨。是你给我了生命，妈妈，是你教会我说话，妈妈，是你抚养我长大，妈妈，你给我一个幸福